過來看高雄漢新百貨一間食甲飽的餐廳，有民眾看到有鳥鼠佇咧亂掃，業者表示講，餐廳是固定攏會摒掃，可能是百貨公司內底佇咧消毒，鳥鼠才會走過來。目前鳥鼠已經抓到，嘛確定人客無食歹報道。餐廳內黑色物體快速閃過，後壁閣對幾名工作人員手提雞絲要甲掠。這間專台連鎖有名聲的食甲飽餐廳，佇高雄百貨分店出現鳥鼠啊！可能會嚇到，是比較高級的餐廳裡面有老鼠這樣。有啊，因為有老鼠的地方應該是不太乾淨。哦，他們一定會有他們去控管，他們再去看，就是注意的地方，對。可是你沒有辦法避免說完全沒有老鼠或蟑螂。代誌發生第2日暗頓的時間，業者表示走出來鳥鼠已經用上緊的速度掠到，初步研判是餐廳甲百貨公司連通，加上百貨2禮拜就會偷一解藥啊，造成其他鳥鼠四界烏白種走入來餐廳。當天當餐，我們從桌面到地板都會重新消毒一次。那昨天發生這樣的狀況，當然嘛，我們的消毒的力道就會再增加。業者強調，事發第一時間已經向人客說明，嘛達到確認用餐的民眾健康狀況。當下人客攏講身體無各樣，不過事關食安問題，衛生局已經第27早起前往稽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